有啊，見到你啦。係啊，嗱，Kelly 今次更加開心係因為咧，好快咧就會嚟到馬來西亞開演唱會，即係3月28號晚上8點喺Axiata Arena Bukit Jalil就有 Kelly 陳慧琳 Season 2萬人結界演唱會啦，心情點先？心情啊，都好開心嘅嗯，嚇。咁就因為又再一次帶 Season Two 呢個演唱會嚟到馬來西亞，咁今次咧就再我覺得精彩過上次好多啦，因係。為我覺得今次更完整咯，成個演唱會嚇。咁啊，今次又有請嘉賓啦，誒咁係啊，咁啊，所以就都期待咯。當然啦，我哋講到啦，而家咧好快嘅時間，覺得嚟到2026年啊嘛，咁 Kelly 都入行一段日子啦，咁樣。咁其實你如果真係要用一首歌嚟形容你喺娛樂圈嘅生涯嘅話，你會諗到乜嘢歌咧？咁又花花宇宙咯點解咧？嚇。咁啊喺呢個娛樂圈就係花花世界嚟噶嘛，嗯，係，我就日日喺度穿梭呢個花花世界中間，係啊。嗱，你話花花宇宙啦，嗱，好多人都話娛樂圈咧，即係有好多形形色色嘅人啊嘛。我曾經睇過一個訪問咧，就話到你嘅經理人啦，鍾珍姐姐啦，咁就話你係一個咧非常之乖嘅 artist 嚟嘅，又好勤力啦咁樣。咁乜嘢保持到你對呢個事業咁熱誠，而唔會被其他嘢影響到咧？咁樣，可能我呢個人係比較悶嘅，我都唔係好貪玩嗰啲嚟嘅，嗯，我都係中意，因為我係 I 人嚟噶嘛，咁我就放工我係中意翻屋企嘅，係，有時間就喺屋企休息下咁所以就好少出去探索呢個世界嘅，再出去嚇，咁啊自己活喺自己嗰個位嗰度，咁就係有時間就盡量 improve 自己咯嚇。嗯，就你會做啲乜嘢嚟 improve 自己咧？咁樣，其實而家有YouTube 啊、Instagram 呢啲就即係更加好啊，因為我可以跟唔同世界嘅唱歌老師學嘢，同埋哦，OK。係免費嘅，真係。即係我呢一個位，我覺得我可以再 work on，我就 search 呢一個位 OK，，search 呢個音或者咩，咁跟住就會彈好多老師俾我，係教我好多嘢。咁即係印度老師我又跟啊，吓，原老師我又跟啊，即係美國嗰啲更加啦，即係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，因為佢哋其實嗰套嘢都係一樣，但係佢嗰個表達嗰個方法唔同啊，睇下邊一樣嘢 click 到我咁啫嘛。你諗翻轉頭啦，2年前啦，2024年啊嘛，喺雲頂嘅兩場演唱會咧，你自己又有啲乜嘢深刻嘅印象咧？記唔記得㗎？而家我睇第二場嘅，咁然之後你嗰日咧就唱咗《夏天的緋聞》，第二場先唱啊，我第一場冇唱啊。第一場好似唱另一首歌，咁所謂今次會唔會啊？今次冇啊，上次都冇乜反應咁好似，即係真係要即係都是你的錯啊，對你太在乎呢啲人先會有反應噶嘛，即係呢啲咁樣嘅 side track 啲人係即係咁樣咯。明白咁但明白。係我自己又即係，但係又有好多 fans，我諗一半啊，一半嘅 fans 係中意我唱下呢啲嘅，咁一半就你點樣拿捏咧？因為 fans 好多唔同噶嘛，有啲真係由第一張跟到你而家，咁有啲可能新嘅 fans，或者有啲人停留喺以前90年代嘅。咁你睇揀歌方面點去拿捏咧？又其實我都中意每一次有啲新嘅歌唱俾 fans，即係每一個站我都想有啲特別啲嘅嘢，即係除咗要有嘉賓嘅歌，我從來即係好少機會同嘉賓合唱啊嘛，所以都好期待嘅。咁嗱，今次咧即係個 run down 咧係有一隻歌係首唱嘅，就係係啊嚟緊有隻歌係叫做那人那地那天，咁呢首哦，歌就係 AGA。2年前已經寫咗俾我歌嚟噶啦，咁就等呢2日咧就已經就又係等個 MV 咯，即係拍好啦個 哦，MV，終於拍好，咁一定要 MV 所有嘢同步出啊嘛嚇，係，咁就首唱咧就變咗去咗馬來西亞首唱咯，哇，好開心啊！到啦，啊，好開心，好開心，大家一齊期待。咁呢首歌大約幾時會即係出街㗎？又情人節嗰陣時會出噶，哦，OK，咁我浪漫歌。今次啦喺呢一個籌備咁大型嘅演唱會喺 KL 啦，咁樣咁有咩唔同咧？對你嚟講有今次就其實咧就將香港嘅紅館咧就1:1咁樣就希望帶過嚟呢個亞視啊 TAS Arena 係啦，Arena 嗰度，你知啦，香港我哋有2條橋噶嘛，咁係都係希望喺呢個 Arena 嗰度做到呢
呢啲橋出嚟咁樣咯。我自己都好開心啊，因為咧之前雲頂睇完咗之後啦，咁因為你啲歌好好聽，大家都中意之外咧，我係期待你大型嘅演唱會嘅，因為唔同嘅感覺㗎，即係大型演唱會喺 KL 嘅演唱會個感覺咧係比較，我係覺得似翻紅館嗰種感覺多啲咯。係啊係啊，所以今次就係咯，又有條橋啊，咁希望握到手啊嗰啲，即係希望將真係紅館1-1咁樣帶俾馬來西亞朋友咯。唔掂啊，即係握唔到手，啲手都要咁樣出嚟啊！係啊係啊，伸長啲啊！OK，最後有啲咩想同馬來西亞朋友 fans 講嘅？為咗咧個演唱會，咁咧我搞咗個歌唱比賽。誒，正係啊，喎！咁咧就希望馬來西亞嘅 fans 咧就即係如果唱歌唱得叻咧就去比賽。咁如果贏咗咧就可以近距離同我演唱會度接觸咁樣咯。哇仲有好多獎品嘅，我唔知道 exactly 係乜嘢。總之睇下個情況咯。OK，嗱，中意 Kelly 嘅朋友咧，就一定要參加呢個唱歌比賽啦嚇。OK，但係 Kelly 有冇啲咩建議俾大家？如果真係要唱你歌嘅話咧，你覺得邊首歌即係可以有機會到唱完之後有機會同你近距離接觸先？你覺得？嗱，如果我覺得比較易唱啦，我覺得比較易唱，你駕馭到嘅最佳位置啦，對你太在乎啦。隨緣放手易唔易咧？對你講唔易噶，哎呀，好難搞嘅，好難搞啊，好難搞啊！呢樣嘢，我都要搞一餐嘅。風花雪咯，星夢情真。風花雪都難搞啊！有福氣都唔係易搞喎。我想聽佢哋唱耶耶耶。耶啊！呢隻好啲，呢隻都 OK，呢隻都 OK。係啊，呢隻 OK。耶耶耶咁樣一齊耶就得啦。呢首歌本來入我歌單嘅，今次。你可唔可以入啊？我中意啊。係啊，本來有一 part 係俾佢入，但係後尾又即係。係啊。唔怕啦，side track 啊。不過唔係啊，呢隻主打嚟嘅。主打嚟㗎。主打 side track 啦，下次你嚟啊。好啊。要請你嚟啊，其實。多謝。唔該晒 Kelly 啦，咁我哋你嘅演唱會見好冇？同你講 good show。3月28號啊，Axiata Arena。多謝晒你 ，take care 啊 ，good show。馬來西亞朋友，下次見啦，記住攞啲榴蓮俾我食啊！一定會。係翁思維，你之前唔係話俾嗰啲 fans 問問題嘅咩？做咩阿 Kelly 冇答㗎？有嗱，我哋咧呢個 Kelly 同 Kelly 傾偈，每次做得好長嘅，好笑，傾好多啊，咁樣一日過唔晒啊，真係。所以咧，Kelly 回答啲 fans 問題咧，就會喺3月份，如冇意外，應該係3月14號星期六咧，Melody 全場大合唱咧就會出現㗎啦。所以大家就繼續守住喺Melody。